礼拜要开始吼，请大家准备先甲手机啊，开震动还是静音吼。
来呀，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仔日，你就听伊的声，这是咱请敬拜团来报道。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保守跟带领，让我们再一次聚在他的殿中同来敬拜。我们邀请你，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可以起立与我们一同的敬拜。在雅各书的4章第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亲近他不是单方面的，让我们愿意跨出一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张开他的双手要等候我们。所以无论这一周我们经历了什么，这个时候让我们把眼光都转向他，带着一颗渴慕的心，与他更靠近。我们用第一首的诗歌来敬拜，成为我们的祷告。愿主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用他的爱来拥抱我们。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要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意，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再次主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愿他的爱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的句话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
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主日早晨，让我们一起放下这一周所有的疲惫和纷扰，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重新的回到主的里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单单靠着他在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旷野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的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处，我寻求你的主；在旷野之处，我寻求你的神。在旷野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的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的水泉源永不枯竭。有个成为住在神的里面的妻子，他里面永不枯竭，一起持续赞美。咱参考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你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代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耶稣亲就是讲，你就听主伊亲像家己。这两条代是全部发达神理的总源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听你。恁若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若翻开启应文第5篇诗篇19篇，我来替恁来念。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
无言无语，伊的准属遍伫天的。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顶房，也亲像领养的人欢喜行伊的路，坐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交长，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是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伫地。比济好金较通羡慕。搁你的路仆对人受警戒，是谁会知你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路仆无故意犯罪。我是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咱三脚马头来祈祷。阮是天父的爸，感谢你这年来的带领甲保守。阮伫这年的中间，若有拄着恶当当的，也是身体欠安的病痛的时，阮拢有助你和我靠，有气力来度过病痛的痛苦。主啊，伫这年的当中，阮若有无合主你的这二个，求主你也赦免，接近阮的心。伫新的一年，无论伫灵性的成长，也是身体健康，拢求主你赐福，也求主你的灵甲叶长老同在，借着叶长老的信息得到帮助，互阮的灵性得到造就。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主，求主保守带领。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请信乐队来献诗。
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第1节到第4节14节14章17节。第1节，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去之地，道就是上帝。第2节，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之地。第3节，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第4节，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人的光。14节，道成肉体，徛伫伊咱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可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阳光。16节，我也要对爸求，伊要用过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对永远甲恁大。17节，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未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佫无捌伊，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三甲之地，佫要踮伫恁以上。这是咱今仔叶长老来讲道，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我是”。谢谢这平安。有问我戴口罩，有一点仔感冒。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信。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常常读那个使徒信经啊。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神，我们信。信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今天我跟各位分享，因为我每次看到有从加拿大来的，有从日本来的，有从香港来的，因为我们教会的那个在总会上面刊登出来就是9点开始礼拜，9点华语礼拜，所以他们9点就到这边来等。我们常常碰到的这些人，这些人为什么9点就来？因为他们的信，他们的信，即使他到台湾来这边旅游或者到出差，他们还是一样要到圣殿来，在那边敬拜主。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的信。没有说我来了，因为我来这边旅游，我就可以到处去玩，不是，他10点一到，9点到，他就在这里等。其实后来我是10点才礼拜，但是等到10点，有些人还参加那个小组，这是因为他的信，那才来比斗。这边来给我的兄弟，我拜你的，因为敬拜我你，因为阮知阮好你的福气，当加做你的家人。
最开始实在是无不配，但是通过也数据都会听伊的宝贝写成阮的罪，赦免阮的不义，阮会当坦然来到伊的面前，来遮敬拜俄罗你。所以求你，阮用俄罗用吟诗来俄罗你来敬拜你，也阮献上阮的感谢，阮的恳求伫你的面前，祈求你带领阮这个会，也求圣神常常甲阮参加彼得，阮感谢你，快速的名。阿门。我这个再给他练一次啊，这个是用华语我一起练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伊讲信，就是说毋茫的实在，是未看见的事的凭准。这是希伯来书里面11章特别讲的。信就是守望的之事的实底，望哦是往上看，往上看看到天堂的样子，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是以后一定我会去的地方，那是望。未见呢，看是往下看，看到什么？看到地狱里面的情况，那是有一个确据，因为那个耶稣也曾经讲过这个比喻，这是一位不是基督徒的一个作家，他这样解释的。他说望是往上望，看是往下看，往上看是看到天堂，往下看看到地狱的情况。那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两个都存在，这两个存在。信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我在每次在练的时候都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风景你看一下那个在合欢山上，在玉山看到的这一些景象，这个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再来就是我们知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有人说没有上帝，他说你看这些所创造的东西，你就知道有上帝。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些风景。有人讲说那个创造是突然爆炸出来的，那个加莱道雄加莱道雄是哈佛一位教授他是一位日本人，他是特别讲他举了一个比喻很好。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他曾经到那个犹太人的学校跟他们一起学习加莱道雄他怎么讲？他举一个比喻，他说你想象有一个在收集那些就是回收厂做铁板非常多的东西，突然一阵大风，一直吹，然后就有打雷，一直打，打了20年以后，突然打出了一架747的飞机出来。他说你相信吗？加莱道雄就这样讲。所以他是有一个创造主了，他是哈佛的一个物理学家。再来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这几个就是马斯威尔。马斯威尔是我们知道，这个马斯威尔我们英文的名字你看一下，就是雅各嘛最后是马斯威尔跟那个马雅各两个的名字，这中间插中间那个是这个是克拉克那个马雅各那个不是两个差一个，都是那个在爱丁堡大学毕业。
2个只有差3岁，都曾经在那边当长老。这个马斯威尔我们知道他是电磁学，就是把电、光跟磁3个把它混在一起的。然后呢，他也一开始就是量子力学一开始的先驱。那个中间那个爱因斯坦就讲说怎么样？讲说他在他100岁的那个时候，就马斯威尔100岁的时候，他就曾经讲，他这个是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一个物理学家。牛顿以来，这爱因斯坦旁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哥德尔，这个哥德尔是一个奥地利人，这个欧本海默怎么讲？欧本海默就讲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数理逻辑学家。我们很少听到他，因为这个人数理逻辑的就比较知道，数理逻辑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电脑跟人工智慧，它是由这个他的逻辑这一些推展出来，所以他是个先驱。这个人他是路德会的，有人问他，爱因斯坦曾经问他，你怎么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个创造的主？他怎么讲？他说我穷一生在研究这些数理逻辑啊，我知道的只有一点点。我想说有一天我到天堂去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神所创造那个全部。所以因为这样，我信。我还有很多时间要回到天堂去，我要看到这些。这个人其实他从小的时候常常生病，所以他精神状态也有点不太好，曾经被当成那个德国的他是德裔的奥地利，所以生长他出生的地方是现在的捷克，但是那个时候是奥匈帝国，所以他曾经有入籍奥地利，后来入籍德国，最后再入籍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时候，所以每一次人家问爱因斯坦说，你每一天都要到那个学校去，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就去看那个哥德尔，2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这个爱因斯坦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也相信有造物主的，所以他就怎么讲？他特别讲说，爱因斯坦回忆录曾说，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宇宙，上帝生活在我们的宇宙当中。他也曾经这样讲。我们知道最后我们看到杨振宁，我们华人里面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得奖。杨振宁他90几岁的时候，他就特别讲说，他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因为要不然不会宇宙运行的这么刚好，都不会发生问题。运行的这么刚好，一定有一位造物主他就特别这样讲。这个是我们知道，我信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主。那信的时候，我们当然你信，每个人信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会这样想那些科学家的相信，因为他研究像那个基因的那个基因编码那克里斯，他就讲说他研究基因编码，研究到最后，他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后来他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因为我们要跟造物主的时候，要到他面前的时候，一定要靠耶稣基督。这些人是靠着他所学的，在研究神所创造这一切来相信。那有些人不需要，像乡下人在乡下的，他没有读书我他妈一辈，他都没有读书，当然没有读，但是他一信了以后呢，那个虔诚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超乎我的想象。每一个人信的方式，为什么来信都不一定的，但是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会确信了，他就确信。再来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一位约瑟，耶稣他相信神。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有一件彩衣嘛，他父亲给他彩衣，结果他兄弟就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卖到埃及去，他就变成一个在波提法家里面当一个管家，变成管家的义务了。后来呢，因为被陷害，关到监狱里面，就变成穿一件秋衣。后来呢，他因为解释了那个法老的梦，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就穿一件宰相的衣服。那我们知道，我们读那个创世纪里面描写约瑟的部分，从来没有看到约瑟在抱怨。约瑟没有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被卖？卖了以后我还
家变成管家，很好的一个管家，波利法全部的事情都交代他的时候，结果被他的太太陷害，那就抓到监狱里面去。他也没有抱怨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被骂已经够倒霉，还被陷害，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没有。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哦，没烦恼。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要我先到这里来，好保全我们家族的性命。他是这样用这种心态在讲的。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所以他说相信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他祖先、他们祖父、曾祖父还有他父亲这些的神。他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就不会抱怨。要不然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每一个人都一样，你我都一样。但是约瑟就没有这样抱怨。所以有一个犹太人拉比特别讲说，他们犹太人就非常尊重这个约瑟，因为他从来没有抱怨。当然，这个犹太人所受到的苦难比约瑟更惨，更惨。但是他们也一样，还是一样相信神。再往看信耶稣基督了，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1句就说，兄弟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我信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福音就是好消息嘛。这个刚我们练的太初的道，我们一头都跟上帝同在，都就是上帝，就是话语啊，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所有的万物都是借着他来造再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罗马书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今，因为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心宽容人坚持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神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知道要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定要信有神嘛。然后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来。所以保罗特别讲说，如今是神的恩典那个是白白称义的，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做功德的。我曾经有讲过，那个恩典教会开始的那个负责人李正龙师母嘛，他一开始他是在实际嘛，他在实际非常久，而且在实际他是正言法师的非常得力的助手。他就讲说，他读了佛经说人要到这轮回那个轮回要脱出来的时候，至少要400-500万年，400-500万年。所以他就讲说，为什么会这么久？他就讲，后来圣经教牧师给他一本圣经以后，他读了圣经我们读圣经大概有的时候说3年读一次，有的时候1年读一次他不到1个月读3次，读了1个礼拜，他就读了1次2次，读了以后他就马上跟那个圣经教牧师讲说，他要来受洗，要归入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说很简单，那个不用再轮回了，只要信耶稣就会得救。信了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他读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信给？我就搞了老半天，还要到处去做功德，他还为了印佛经还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印佛经到处去花，不是去卖，是去花。结果因为读了圣经以后，所以神的话语句句都带有能力的，没有错。后来他就信耶稣以后，因为看到读到什么？读到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众人喊我给传给，所以他成立了那个教会，专门给那些流浪汉还有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传福音给他。这个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再来，我们说如果信，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会得救。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嘛，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最简单的。所以有些人讲说，那我要干单啊，其实那个信一开始是很简单，后来你要遵循耶稣基督的所教导，那个才是困难，那个非常非常困难啊，除非圣灵啊。所以我们知道口里承认啊，心里相信。所以有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问他说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他说要，他口里承认，啊，他心里也相信，按照这个耶稣所讲的，他必然得救。那你会讲说，哎，要不高兴在心头啊？没有，不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在地上就如同天上；信了以后，你就地上如同天上。那你为什么不信？一定要等到那个时间才信？啊，因为你信了以后，遇到难处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同行同在。啊，你没有的时候，你就自己在那边担当，啊，自己在那边背着自己的重担在那边走。所以神使那无罪恶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啊，因为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父，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就一直在讲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天国是怎么样的样子。所以它是道路。我们先走在这条道路上。”然后呢，圣灵让你认识真理，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然后你就会得到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只有永生的，是在地上的时候，在世界生活的时候，仍然有快乐，仍然有喜乐跟平安，那个生命。因为我们透过这个，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信了耶稣有这样。再来，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信了以后就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读起来很简单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那个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有时候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你会感觉这个根本不可爱。根本不和爱，而且很脏。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在那个教会有时候，那进来很脏，很脏。我们说，你要爱他。那个感恩的教会有个独居老人他跟他女儿都住在那个顶楼的加盖的，因为那个房租比较便宜。去探访他的时候，他一讲不停，因为从来。一个月很少有人去探讨他一次你一个月去探讨他一次的时候，伊袂走我买你买走你都听不济啦，我讲。他的意思要跟你讲，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人跟他讲，很少。然后说，要不然就带他到教会。他说我也想去礼拜，但是我不能走要下这个楼梯根本没办法。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请人来背他下来。一开始背就是张家他弟弟阿武就去背他们。后来想说不行，万一摔下去怎么办？所以后来请那个救护车那一种去载他，一次多少钱？来回这样3000块，所以他来礼拜一次要3000块。他说我打电话会来，他说他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说我们没办法，你一个月来一次好了，一个月来一次。这个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他有他的困难。我们人总是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不像耶稣，他会行神迹我们没办法。那个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你看重哪一点你看重哪一点？你这样的时候，因为他希望到教会来礼拜，所以他的渴慕的心超乎我们想象，超乎我们想象。所以那天去看秀英的时候，那个特别讲，他说大家为他祷告，神就应许了他的听我们的祷告以后，每一次他在换医院的时候都感觉上都很顺利。那
个医生怎么讲？医生说问他说，哎，你们教会的那些人会不会再来看你啊？因为已经半年了，会不会再来？他说我也还会再来。医生为什么会这样问？他一定想说这个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你们都会一直来一直来？那是彼此相爱的心。彼此相爱不是只有爱这些我们的教会的里面，还有其他的，尤其那个关爱站，或者说你认识的有一些人，这样的时候，那个爱才能够彰显基督，唯有爱才能彰显。其他你说那个祷告、行神迹、医治好了以后，那个会，但是有时候很短暂，很短暂。但是那个关心，花时间、长时间的关心，那个才是能够彰显神的爱。他的圣灵同在。这个事实上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呢，他就特别讲说，我差一位保惠师，就是训慰者，就是安慰我们的人，叫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圣灵的目的是在哪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再来呢，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就是一切的事哦，不是只有现在、将来都有一切的事。好，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我们要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就只好读圣经了。你就读圣经就会想起。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要进入真理里面，把将来事告诉我们，荣耀耶稣，见证耶稣。圣灵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常常有合乎这些的。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没有看到将来事，至少耶稣曾经讲过，我们来思想、来思考。再来我看一下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向彼得他们显现。显现了以后，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力量。我们就一直以为保罗把那个福音传到全世界，不是保罗把福音传到全世界。保罗以前五旬节以后有3000人受洗，有几千人受洗，一次3000是2000。这些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一些人就在那边传了以后呢，福音就广传到所有罗马管辖的地方。所以在安提阿的时候，安提阿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基督徒从那边开始称为基督徒了。保罗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派巴拿巴跟彼得过去了，还有马可。所以那个地方因为太多人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古利奈那个西门也一样，他背了耶稣的十字架以后，他回到古利奈那个地方，就把福音广传了。所以古利奈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基督徒。在信的人有何益处？对不起，是有福的，是有智慧、聪明的。这个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跟申命记里面都会讲到，说有这个典章律例制度的时候，人家就称为你们是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你们的百姓都非常聪明，有依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会遇到难处，但是我们依靠他们就有福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是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智慧，便知道他是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这诗篇的时候，大卫这样写着，奥也这样相信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依靠的。再有平安喜乐的，这是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的。他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赐给我们平安不是像世人的。后来他就讲说，这些事我先对你们讲，就是他要走上十字架这个道路的时候，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可以满足，因为有圣灵来。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在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看这一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耶稣没有讲说我已经胜了苦难了，他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世界里面不但还有苦难，还有很多的，但是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别人因你得福了。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特别讲说，彼得起来讲的时候，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他特别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神跟他立了约以后，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地上万族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后裔以前是只有犹太人，现在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回教徒他们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回教他们亚伯拉罕他们称为易卜拉欣啊，他们是易卜拉欣的后裔啊。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到福气。那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最重要的。凡接待他的信他的，就赐他作为神。这个是接待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同学都中间很多人都挂着那个徽啊，带一个一个那个问他你多少年纪？伊讲我都是神做囝，他给神明当儿子嘛，神明做囝，就是带了那个以后神明就会保护他。这里讲说怎么样？凡接待他，接待耶稣基督，信他，我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有所书还有特别讲到什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都有圣。参考来的意思就是他赐给我的教义为不世上，在末日要叫他复活。一切见主而信的人都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得了是前面那些都是什么？都是地上的，后面这个是什么？是天上的。所以以前犹太人他们在讲到旧约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的福的时候，我们读现在最近不是在读生命记嘛？他会讲说他们赐哪些福，哪些福，这些福气都是地上的但是到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他从天上来，我们不知道天上的事情嘛，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他讲说怎么样，就有永生了，就有永生了。刚刚那个我讲那个加来道学嘛，他就讲说有平行宇宙，人死了以后就进到另外一个宇宙，平行宇宙，那跟永生的观念有点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到神那边的时候就会知道。再来，耶稣讲说，凡为他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在今世会得百倍，来世会得永生。今世你就会得百倍。这个其实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越看到这个事实。年纪越大，以前年轻的时候20-30岁、40岁的时候不会感觉，到了现在这个我73岁了，进入73岁的时候，我想那个姚长老他看到更清楚了那个年纪越大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真的，那个神的祝福不止百倍。马拉基书说怎么样呢？说从天上把那个天窗打开，天窗个拍的时候该躲了，让你容不下，让你容不下，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了有些基督徒他确实为了神的缘故摆上了一切的时候，确实神就祝福在他的后代，不是一代两代，是好几代，因为你都抓住神的应许。我有讲过，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欧万德牧师这个牧师其实以前乡下很穷很穷。我记得我到高中以前高2以前好像没有一餐说全部都是白饭，没有不是只有我家，全部都一样，都含鸡枪你要说一餐整个都是白饭的，就白饭很少。所以阮母婆甲我讲今仔人若请我有一碗白米饭，我就足欢喜的。你就知道那个是乡下的情况。那个欧安德牧师在我们教会20年，
教会修寒期和寒期啊，修切啊，切较久，切啊其实很少，稻米很少，那就给他。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祖母都会杀一只鸡啊，然后会拿给他，只有过年才有，其他很少。这样的时候他在那边也没有什么能够下累啊，都几乎很少。20年没有安牧，最后要退休以前才安牧。有一次问我父亲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伊讲哦，咱教会都无钱。我讲两地摆教会。他是非常有学问的，因为他教出来的那个学生啊，他有在学校教中文啊，后来刚发布的时候，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啊，还有那个有名的律师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他中文。他说哦，我问他说，问我父亲说为什么他不到别的教会？他特别讲了，他说，因为他到别的教会哦，贵高哦不让来了，没有人愿意去啊，因为都没有钱啊，谁愿意去？20年。神有没有祝福他？有啊，祝福他的儿女、孙子，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祝福。因为我堂兄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啊，他们在问，刚好问到他孙子，结果他们讲说，哦，那个神真的非常祝福他。这个是事实上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天上的才是最重要，那个永生的盼望才是最重要。我一起来念最后这个。但愿使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胆祷告。应当用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没有错了，信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那个平安跟喜乐才是重要。平安跟喜乐不需要说很有钱的，有些人没有钱，他也有平安喜乐；有些人现在生了病，他仍然有平安喜乐。像刘霞，我知道伊甸基金会那个创办人刘霞，他要写一个字都很困难，写一个都非常困难。但是你有时候跟他问那个信仰的问题，他会回你信哦。他会回信，慢慢写，你就知道他也许用心要写上半天了。所以他信了耶稣以后，就变成非常喜乐，而且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那个伊甸后来就，我那个建国北路那个也有一些那个他们伊甸的那个加油站，那些加油站就是专门给那些需要的人在那工作的，那是别人因他得福。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把平安喜乐给我们也分享神的爱。这是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信创造宇宙的神，信耶稣基督，信圣灵的保守。这个是我们每次在练属灵信经的时候都会一起练。我们再思考一下，有人教派就把它说信入了，不是只有信了，信进去了。信入信入的时候困难不困难？有一点困难。那个侯建明长老他母亲呢，他母亲后来受洗归主以后，他为什么可以受洗归主呢？他本来都有教会，跟他到教会去礼拜，都有去礼拜。有一次有一位年长的姐妹，跟他年纪差不多，她现在好像94岁还是95岁了。90岁的时候啊，他77岁，那个时候他好像要77岁。然后那个比他更年长的这个姐妹身体不好，医生说可能这几天要安息了。他说我是不是去看看他？他就说好，载他去。去的时候他儿子也在那边嘛，那个年老的姐妹在那边。你知道他儿子就问他母亲怎么问的？问他妈，你准备好未？讲你准备好未啊？爱我对他，好啊。那一天他就神就接回去，
他回来马上说啊，他要受洗。为什么？面对死亡都不怕，面对死亡都不怕，哪有这种宗教？所以马上受洗以后啊，除非他生病了，要不然他从来不缺席的，就是到教会礼拜。连生病的时候，他在高雄那边礼拜，好像在凤山啊，凤山长老教会，因为他一定要听台语，他国语他听不懂，他一定要听台语，所以因这个在凤山丢到位。生病啊，他就马上叫他女儿说：“看病你7点你好卡就落厝啊，讲我今日袂当伫咧把请假。”都是这样的。他7点起来就开始准备要去礼拜，就7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马王他爸爸也一样，后来他受洗了以后，都好像军人一样皮鞋擦得很亮穿着西装都来做礼拜。那个是因为信了以后，领受了那个神跟他同在那个喜乐以后，他就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信，所以每个人的信都不一样。但是希望我们说，我们有喜乐跟平安，因为神跟我们同在。那3位基督，慈悲的父神，我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的平安喜乐常常在我们心中，因为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有你的扶持，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能够蒙你的引导、看顾。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角内面圣诗184首，上帝听谈，兄弟我请起立。
坐，请平安心来奉献。请坐，来继续，咱来听上营398首，请起立。今时要请用英文记号。对天的批，阮感谢你，阮伫你的殿里来敬拜为了你，再祈求你看顾保守，祈求你怜悯带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后礼拜诶报告吼，后礼拜迄个同志人员吼开始有准备吼。伫报告的进前，我先来介绍今仔有新的朋友梅姨姐好像儿子跟媳妇，是不是？来我们欢迎他。欢迎您来登来会礼。今仔日的小组分享生命记28章32章
报告了后，请叶长老来讲解一个经文。第2026年2月8号第369个小会接纳2025年的收入5238419块，支出2908461。甲接纳甲编列伫2026年的预算7219958块，甲2026年年度的查销委员周瑞林长老甲洪义清。第三，2月17初一上午10点才有举行新春清社礼拜请欢迎大家参加。具体交通迄录制书因为圣思球的过滤率偏低请大家关心大道求助来异地。为着陈国义长老一家甲陈淑女的当心灵健壮祈祷。今仔日报告到这请咱请叶长老来解说经载。今天这边那我们是生命记读到最后了最后到28章，27到最后，这是摩西的再一次的吩咐。他已经在那个摩押平原那个地方，在摩押在，所以神跟摩西讲，你上尼波山上面去看那个迦南地，就是耶利哥的对面。看下去的时候，这是我赐给你们很蛮隐秘的地方，但是你不能过去。神说你不能过去，摩西也没有抱怨摩西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我不在话，你干40当让我过去就可以。摩西也没有讲，摩西就遵照神的意思嘛。所以在民数记里面12章，他特别讲说，摩西为人谦和世上没有人比他更谦和等于说摩西极其温柔极其温柔。我们可以看摩西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在28章里面就特别讲到说，你如果遵行这些诫命的时候，你就有福气。我们知道在基利心山，他就已经讲过一次了。基利心山在那边就讲过一次，基利心山就是猛虎的，亚巴路山就是咒诅的，6个支派6个支派，那次里讲过一次，这一次在讲，总共讲了3次。3次就是你如果按照这样做，你就猛虎。猛虎有哪些呢？就是五谷丰收嘛，6畜生旺，出为猛虎，入为猛虎。敌人会败在你的手下。所以耶和华说，他会从天上那个虎库开那个虎库，降雨在你的地上，使你的草场上都是草，牲畜有草可以吃了。所以有五谷、新酒、新的油，这些都会祝福给你。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说，你会在超乎万人之上，居上不居下。超乎万人之上，居上不居下。你如果爽的时候就会这样。再来，你会借钱给很多人，我会借钱给很多人。我们就想说，犹太人最会借钱给别人，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威尼斯商人，有这一部小说了，威尼斯商人，就是说他们都是借钱给别人，然后拿着高利贷，因为圣经有记载说，你不能借钱，你借钱给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不能起利，所以犹太人是有遵守这样，但是借给外人的时候，你可以起利，可以拿利息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但如果违背的时候，违背就是说你出为受咒诅了，入为受咒诅。还有什么呢？天为铜，地为铁。天呢，好像铜一样，地好像铁一样。当然这太阳一晒不得了，
所以就会有饥荒了，饥荒接着就有瘟疫啊，这些还没办法让你改过来的话，就会什么刀剑，再不行的时候，就把你抛在万国之中，让人家耻笑。人家问说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会回答说，因为他们离弃他们的神，去拜别的神。所以也形容加处理，也形容说你会非常害怕，因为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的性命必闲闲无定，昼夜恐惧，知道性命难保。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之后巴不得早晨才好。所以白天的时候希望晚上赶快到，晚上的时候希望白天赶快到。如果这样还不行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他要从远方派一个民族来攻击你们，用铁轭加在你们身上，不顾恤你们，不管老人小孩不恤你们，吃掉你们出产的牲畜，抢夺你们怀中的妻子儿女，把你们都全部。然后最后呢，他说怎样？他说围着的时候连那个看起来最仁慈、最斯文的男子也把自己的小孩吃掉了。看起来最娇嫩高贵，连路都不用走的女人，也要把自己的婴孩吃掉。说围到这样没有错了。巴比伦围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最后呢，他说最后怎么样？最后如果这样不行的时候，他就把你的名字，以色列名字从天下把它除掉。我们知道，在西元前西元前曾经就有发生过这样。后来到西元72年的时候，就真的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就被从天下把它除掉了。所以接着我们知道29章，他就特别讲说，他在摩押跟你们立约嘛，所以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在摩押再立约一次，他说为什么还要再立约？因为他是跟亚伯拉罕有画过誓，所以要再跟你们立约再讲一次。其实讲的都一样。所以摩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说神还跟他讲说，摩西你要做一首歌让他们唱。为什么？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以后，吃了回放就忘掉我会看到的。结果没有错，摩西就做了一首歌，就在传唱那一首歌。这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的。就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在这个可以讲到摩西的死亡，摩西的死。谢谢。这是请圣乐队来唱祝歌，愿上帝祝福你。
礼拜到遮。